係散開。無線電視記者張志剛喺上海嘅報導。而本港市民響應北京學生嘅大遊行，到夜晚將近10點咧先至結束嘅。尹錦輝嘅報導。今次遊行嘅龍尾咧喺將近10點鐘係抵達終點㗎。咁龍尾嘅人數就比較疏落，冇先前係咁擠擁。咁佢哋散去嘅時候都好有秩序，冇混亂嘅情況出現㗎。今次遊行嘅全程啊，同上個星期日嘅遊行咧就差唔多長，不過整日嘅遊行時間咧就歷時比較長，將近係8個鐘頭㗎。而人呢亦行得比較快，咁所以大會肯定估計咧，今次參加嘅人數咧就係會超過150萬，係香港歷來最大型嘅遊行㗎。大會咧原本係安排喺維多利亞公園咧就做終點啊，不過人多嘅關係，咁驚住係造成混亂，咁所以咧就將終點咧就改喺呢一度威菲路道咧嘅東區走廊出口咧就係做終點㗎。今次遊行嘅隊伍咧就係2點鐘喺中環遮打花園出發㗎，經金鐘、灣仔、銅鑼灣，去到北角咧就掉頭，再上去東區走廊。咁第一批市民咧就係喺4點鐘抵達終點㗎。咁今次嘅遊行啊，係響應北京學生呼籲全球華人大遊行，爭取民主㗎。無線電視記者尹錦輝報導。跟住我哋再睇下8個鐘頭嘅遊行裏邊咧，另外一啲嘅鏡頭啦。而喺世界多個地方咧，尋日亦都係有遊行示威。加拿大多倫多、澳洲悉尼啊、倫敦等地咧，都係有支持北京學生嘅示威㗎。美國多個城市嘅華人啊，亦都係有大規模嘅遊行。喺紐約，一批中國留學生喺校園掛起橫額，聲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嘅運動。啲標語好多仍然係針對李鵬㗎。學生話：佢哋遊行咧係由聯合國大廈出發，操去中國領事館。佢哋要美國人甚至全世界嘅人都清楚中國目前發生嘅事，支援民運。